上来。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被拣选，将我。
生的来跟随这位凡事都能的主。就赐给我清澈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爱你，因你先爱我。跟随你的脚步，活出你对我呼召，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求主赐给我们清洁的心，就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爱你，因你先爱我。跟随你的脚步，活出你对我呼召，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我愿意为你敞开我自己，使你灵运行在我的生命。我愿意为你安静我的心，倾听你温柔声音，使你爱充满我灵。耶稣，求你炼净我心，从
牵进我心。所有不属于你，我都为你放弃，不留任何余地，我都愿意交托给你，让我一生只为你，让我一生只为你。亲爱的父神，感谢你的恩典丰富的临到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作为你的门徒。你不只是谦卑降下自己，用水替门徒洗脚，你更是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求你指教我们，使我们放下自己的骄傲，放下自己的坚持，也放下自己的重担，倾心来到你的面前，倾听你的话语，以你的心为心。我们不仅仅是要与家人朋友彼此相爱，更是要为了你所在乎的每一个生命来献上自己。无论我们服侍的环境或是对象，都要愿意谦卑自己，为了你摆上自己。愿我们所行的一切都跟随你的旨意，与你合一。孩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圣名求，阿们。那我们一起来念我们的信仰告白，新的诫命，请。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好，现在进行报告。如果手边有周报的会友，也可以一起拿出来看。我这个我第一次参加我们华语礼拜嘛，这是娟妮的爸爸妈妈，有需要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要不要？还是那站起来让我们拍手欢迎他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很开心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华语礼拜。好，那手边有周报的会友，我们也一起来看。那我们从肢体消息，愿上帝保守看顾他所创造的一切，愿平安的灵赐福在身体不舒服以及正在面对困难挑战的会友们，也保守一切清明扫墓行程平安。那公祷的部分，我们就请弟兄姐妹自己来看。我这边报告教会的消息，今天是清明追思联合礼拜。感谢故人在我们心中留下美好的脚印，将这份美好的信仰交棒传承给我们。那第二点，今天下午1点，请长老注意，就是在1点的时候会召开小会，地点在牧师馆。下一个主日是复活节赞美主日，会举行今年度的第2次圣礼典。然后请弟兄姐妹准备心与主同坐席。如果想要受洗兼信礼或是设立会籍的弟兄姐妹，再麻烦向牧师报名。下一个主日礼拜结束后，12点会有彩蛋活动，地点会在楼下1楼。再来第5点，今年度的第2季服饰表，我们已经张贴在公布栏，跟英姐有放在群组。如果有需要纸本的，我们也可以到1楼招待桌自己领取。今年的第2度新眼光读经手册已经在1楼，也可以自己去在招待桌自己索取。团契消息，再来是社青团契在4月9号晚上8点会与松山教会进行联谊活动。如果有兴趣，也可以跟我们社青的会长一起在问说，地点在哪边，或是在哪里举办这些活动，我们可以再请教我们的社青会长。再来，松年团契4月10号礼拜5会有聚会，
地点在4楼，会由知梅牧师主领分享。那因为今天是清明追思礼拜，我们有一支影片，让我们一同用我们的思念以感恩的心，我们一起来看。这世间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In Christ alone, my hope is found. He is my light, my strength, my song. This cornerstone, this solid ground, firm through the fiercest drought and storm. What heights of love, what depths of peace, when fears are stilled, when striving cease. My comforter, my all in all, here in the love of
His body lay, light of the world by darkness slain, then bursting forth in glorious day, up from the grave he rose again, and as he stands in victory, sin's curse has lost its grip on me, for I am his and he is mine, bought with the precious blood of Christ. No guilt in life, no fear in death. This is the power of Christ in me. From life's first cry to final breath, Jesus commands my destiny, and no power of hell, no scheme of man can ever. 感谢这些故人曾经在我们身上所做美好的祝福。我们现在来进行奉献。我们一起低头做奉献及感谢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么多美好的故人在我们身上留下美好的脚印。主啊，也求他们将他们手中的棒子交在我们手中，让我们也可以继续往前跑前面的道路。主啊，感谢你拣选了我们，能够让我们在这个混沌的时代能够认识上帝你。是多大的爱与牺牲，直到上帝，你派了你的独生子耶稣，直到会走向十架，就是为了拯救我们。上帝，可能有时候我们会像彼得，你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来到我们当中要为我们洗脚，我们会很恐慌，也会拒绝，不愿意上帝你触碰到我们内心的深处。但主，我们知道，你永远都不会离弃，不会离开，不会放弃我们。恳求主，让我们一生都能够跟随上帝你，按照上帝给我们最大的诫命，让我们建成教会的门徒都能够彼此相爱，在服事上都能够说：“我愿意为你。”也恳求上帝悦纳我们手中奉献一点的金钱，作为圣工之用。我们现在也要用主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我们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圣经记载在约翰福音13章4到15节，这里我来念，大家一起来仔细听。PPT， 好，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开始洗门徒的脚，并用束腰的手巾擦干。到了西门彼得跟前，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
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现在不知道，但以后会明白。”彼得对他说：“你绝对不可以洗我的脚。”耶稣对他回答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对他说：“主啊，不仅是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对他说：“凡洗过澡的人，不需要再洗，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都不是干净的。”耶稣知道要出卖他的是谁，因此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为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老师，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老师，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为要你们照我为你们所做的去做。”圣经念到这里，愿上帝听他话语的人，行他旨意的，都得到祝福。今天牧师要讲到的题目是服事的真谛，我们将时间交给一节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那个音控，麻烦将那个3楼的门关一下。音控，好，麻烦你。因为我们4楼圣歌队为了复活节在加强练习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你赐下爱子耶稣基督，他为了世人钉十字架，流宝血。主，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不是结束，因为3日后他要复活。耶稣战胜死亡的权势，以至于我们跟随的人，我们许多的先辈，我们许多的亲人，虽然在有限的生命里面，他们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知道，在基督的爱里面，死亡不是结束，死亡反倒是开启永生那道门的开始。愿圣灵安慰、保守看顾我们，在这个清明节期的时候，我们可能跟一般我们在台湾传统习俗方式不一样，但是我们圣灵保守我们的心，我们将我们的亲人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来思念他们，而我们也相信，我们有那样的盼望，有一天我们要再相见。我们将今天的礼拜仰望，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来聆听你的话语。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每次在这个清明的时候，其实看影片的时候都会想念那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没有离开过你一样那知梅牧师的爸爸其实我来台湾跟他相处的时间比跟我父亲相处的时间还久那人其实都是会有感情感谢主。好，牧师今天要透过服事的真谛来跟大家分享。服事2个字对教会的人来说，你去 AI Google， 服事就是教会，外面没有这2个字，很少有用这2个字在形容。我们透过来到教会，上帝呼召我们来到教会之后，透过各样的服事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的认识我们自己。其实我不晓得，像牧师第一代，33岁以前，我对于圣经什么新约旧约我都搞不清楚，连教会我连听都没听过。教会这2个字，33年都没有在我的心里面有一点点东西，所以我怎么可能懂得新旧约？不懂。甚至牧师讲的道，我也听不太懂。但是透过服事，弟兄姐妹邀请我去服事，我就更认识服事的一些弟兄姐妹，也透过服事认识上帝，认识耶稣。所以也可以说，义杰牧师的信仰的建造，也就是一段一段的服事连接开始。服事不是一直都有还不错我们社青今天一日游好开心然后下礼拜四下一次在那个跟松山教会在教会里面的团契联谊好开心不单单只有这个，很多的
服侍过程当中陪伴很多的喜怒哀乐。服侍是一件好事，而且在信仰上面，牧师觉得非常的重要。一个基督徒如果他只是做礼拜的基督徒，完了就走了，其实是很可惜的。所以不管是在教会的团体上的服侍绝对不能成为某一些人的权利。但是因为是人嘛，就是有人在某一个位置，他就是不下来。所以其实我们长老教会有长老教会的一些，比如说团契的会长，2年就要改选，让大家有机会，那有机会去学习，或者是说你对服事没有正确的认识，一边服事一边抱怨，或者是服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的冲突，我们没办法忍耐，这样不但没有利益在团契，祝福教会，反倒成为了教会彼此纷争的来源。今天是棕树主日，其实应该牧师先采一些棕树枝，让大家摇一下也是耶稣受难主日，下个礼拜是复活节。基督为了世人慢慢走向十字架，所以牧师今天透过这一段经文，一起来学习服事的真谛。因为耶稣他用自己成为榜样来服事给我们看。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4节到6节。4节到6节，来 PPT 牧师来读一下哈。耶稣就离席站了起来，耶稣突然做这个动作，站了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开始洗门徒的脚，并用束腰的毛巾擦干门徒的脚。到了西门彼得跟前，彼得对他说：“主啊，你要洗我的脚吗？”代表说，耶稣已经洗了很多，洗了伯彦的脚。洗了我们这个帅哥的脚洗到彼得的时候，彼得就说：“耶稣，你洗我的脚吗？”其实彼得是很怀疑的，你要洗我的脚吗？那其他人可能还没反应过来，伯彦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洗脚了。我们从第13章一直到17章，约翰福音记载耶稣最后一段的工作，开始慢慢出现一些很紧张冲突，就是耶稣跟门徒，很多门徒开始心里内心有很大的一个张力。开始约翰福音第1章到第3节，牧师今天没有摆上去，里面很强调就是耶稣跟犹大，老师跟学生，接下来他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很大强大的一个对比。犹大，耶稣的学生，他为了自己的私欲，他受魔鬼的引诱，他出卖自己的灵魂陷害耶稣，以至于他的生命是进入到黑暗里面。反观我们看耶稣其实不一样他为了我们全人类，他牺牲自己的性命，走上十字架，他流了血挽回了我们。他虽然牺牲了，但是他成为救赎世人的光。我们信仰旅程当中会常常碰到说怀念哪一个姐妹，哪一个长辈，他其实就是好像光一样照在我身上。在我们家最痛苦的时候，其实他扶持了我们，其实耶稣一路在做的事情，渐渐的跟随他的门徒越来越不懂。其实有时候不止当初的门徒不懂，在现在21世纪的教会，受世俗化价值观的冲击超过我们的想象。你们能够来参加实体礼拜，其实是很不错的有人直接网络上看了好多的名嘴的牧师，因为受了社会价值的冲击之后，很多的教会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离谱、不合信仰的事，也让我们不懂这个是真的是耶稣的教会吗？耶稣是好牧者，他关心羊群。我们看到耶稣的旅程一路上呼召门徒，医治赶鬼。耶稣特别关顾那些贫穷的人。牧师一直说，其实我们如果要跟随耶稣，教会也要做这个，我们特别关心贫穷的人，关心身边弱势的人。耶稣传讲天国的信息，行了许多的神迹，甚至让死人复活。
相信他的人越来越多，一传十，十传百。可是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竟然出现了一种事情，就是门徒们彼此在开始争斗。我们一直在讨论，当耶稣做王的时候，我们谁要坐在耶稣的右边跟左边？哎，你们有没有人想要坐在牧师的右边跟左边？啊，那一天来了，当耶稣棕树枝子日，就是这个礼拜来了，大家拿了棕树枝，一大群人在迎接耶稣，喊和散那，以色列的王啊，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的。然后很多人铺了棕树枝，跟随耶稣身边的门徒，这时候的想法是什么？我们在看这个故事可以演戏啊，好，今天我假装好啊，那个佑豪你比较会演，你觉得这是门徒心里在想什么？看到我老师被这样欢呼，你在后面，对，就是耶稣要来做王了，耶稣要做王，我们老师要做王了。我以后要坐老师的右边、左边，我不晓得会不会这样喊，有可能，因为接下来的故事，我猜有可能他们会这样喊。但在今天的经文底下，让我们看到门徒内心开始产生很大的失落感。在逾越节前的晚餐，也就是我们的第4节到第6节，耶稣突然把上衣脱掉。不要说那个时候，现在牧师如果突然脱掉衣服，你们会觉得很奇怪，不得体呀，牧师怎么做这个事情啊？这个牧师有问题呀，对不对？一定会嘛。然后呢，突然就来洗脚，洗完脚之后用他那个，然后来擦。你说门徒敢看那个吗？不敢看耶稣到底在干什么？这个脱掉上衣的这个情境，那个跟之前在进耶路撒冷被尊荣的画面是很两极的。现在你们看到牧师在扫地倒垃圾，应该还好了哈，不会觉得奇怪吧？今天立坚长老一大早7点你们今天一定要吃。他7点来炸排骨，你知道吗？7点，牧师，明天我很早要来哦。我说你几点都没问题，5点、4点我都可以啊，牧师都可以。他说7点，我说7点还好啊。长老应该是高高在上的长老啊！你看一大早来炸排骨炸排骨。这时候门徒他们，我觉得他应该是很惊慌、焦虑不安，甚至怎么样？他们还没反应过来。我们社青这个礼拜4就在问这个事情嘛，简大哥出了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碰到人家在霸凌你或者讲话攻击你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你想反抗，可是你还没反应过来，然后就结束了，真理是这样子嘛，今天你爸爸妈妈来，我特别来，我让你爸爸妈妈真理来这边真的很认真，他在我们的社青成为了一个活水，你知道吗？活水突然安静，没有人要出声，没有人敢讲话。其实，在我们生命信仰的旅程当中，我们也常常有像门徒一样反应不过来的时候。什么时候？当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不是在我们设定的范围里面，或者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不管是在教会里面、学业，我怎么这次可能会考这么差？这次的升迁怎么可能会没有我？家庭，或者是我们身体这个病痛，我怎么会得到这个病？甚至我们有亲人就走了，我们都会有非常大的反应，甚至没办法接受。其实牧师去殡仪馆的时间，的次数不是时间，次数应该都比在座的多，看得多。一般外面的，真的是要火化的时候，每个人都哭到不行啊！他们的反应其实是跟我们，可是当我们很多基督徒碰到这个事情时，也跟他们一样。我们送长辈回天家，其实是应该照讲是开心的事情我们神学院有一个老师他在教这个，他是教死亡学的。他说死亡其实应该要办得非常反而跟婚礼一样，因为你要把他送回天家但是他是华人不太能接受，不太能接受，因为是很开心的要回天上的家。保罗不是说吗？
其实他都想回天家，但是因为他还有使命要完成嘛，当然事情不是我们发生的，我们的信仰不应该这样子。这个那么虔诚的信仰的长辈，他怎么可以就这么走了？生命不应该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开始定义我们自己生命的长短，我们开始定义我们的人生，我们甚至定义我们这个信仰，定义耶稣应该是要怎么样的？门徒不就是在定义耶稣吗？你应该是来做王的啊！甚至我们会定义我们的服事，我们的服事要如何？乐团要怎么？不行，你们要礼拜五练习，不行，我就要礼拜四。可是礼拜四跟社青强蹦，不行，我就在礼拜四。是不是服事当中一定要按照你的意思，你才觉得可以？我们渐渐忘记了什么？上帝掌权啊！其实这个世上的人常常忘记，其实很多是上帝掌权，上帝说了才算。就在这样很紧张的气氛当中，彼得终于说话了。彼得说话了，那个社青到时候只说圣诞节演这个好像奇奇怪怪不然这个戏还蛮有张力可以演的还可以演的彼得突然出声了，彼得出声了，就在第6节，彼得怎么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很严肃在洗脚，数到彼得的时候，彼得就突然这样讲比如说我就想到伟聪现在在笑，好像伟聪会做的事情他会跟耶稣讲：“你要洗我的脚吗？那不然你连头、身体也洗一洗好不好？”对不对？他很俏皮那我们看到彼得其实也很直率，但是其实彼得在讲这个时候，耶稣你要洗我的脚吗？其实他的内心也是有点对耶稣很有意见很有意见。在门徒的眼中，耶稣是应该要成为王的那个人。可是，在那个时代当有客人来到家里的时候，主人会请仆人去帮他洗脚，一般很少主人会去帮客人洗脚，这个在他们讲的不合礼仪。就是在这同辈之间也不愿意互相洗脚，何况是那个场景是老师耶稣帮学生洗脚。甘牧师开始有说嘛，门徒在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还在彼此争论，谁要受耶稣的右边，谁要受耶稣的左边。所以他们怎么可能彼此洗脚呢？其实这也是教会2000多年来，牧师观察，我们都看我自己比别人强，以至于我们没办法彼此洗脚，甚至彼此相爱。分党结派不只在教会，你看我们台湾的政治，其实全世界的政治都一样。只要自由民主政治，这政党，你看我们都没办法用彼此相爱的心来对待。在这个时候的门徒，他们没办法了解耶稣洗脚的用意。就像经文第7节所说的，耶稣回答门徒说：“我所做的，你们现在不知道，但以后你们会明白啊。”其实现在的我们有可能也不明白哦。我们虽然我们虽然一样来到教会，参与教会的礼拜，参与教会的服事，但我们不一定完全明白耶稣救赎的恩典到底有多大。因为我们常常还是把我们的信仰当作是宗教。我们都知道，我们会一般外面人叫做民间宗教，那个宗教，把耶稣好像神明供奉在那边，而不是跟他有关系。你们应该不会听过说嘛，我跟马祖有关系，我跟马祖连结。外面人不会这么说，可是我们会想，我们怎么跟耶稣会连结？我们跟耶稣怎么连结？我们跟他有关系。耶稣说：“你不洗，我不帮你洗脚，你就跟我没关系。”我们也是，我们现在还不明白，我们不明白我们跟耶稣的关系。等一下，大家
看周报的时候会看到有奉献，这个礼拜的奉献，啊，有一笔奉献不是数字打错的，啊，它后面好多零，好多零。我想那个是他对耶稣很大的一个回应的一个奉献，一个奉献。我们千万不能把教会啊当做一个宗教，门徒的认知领袖应该是高高在上，可是如今耶稣却成为奴仆的样子，和世界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啊！在他们来看，耶稣是软弱的。你们会不会看牧师？我今天早上哈，你们今天哈，等一下会吃炸猪排，啊，我不晓得立坚长老买了很多蛋要做什么哈。那有一个我不晓得，你知道吗？妈妈买蛋多少？有一个姐妹哈，早上就在剥蛋，我看她剥了好辛苦啊，她就一颗蛋一颗剥。我说要不要让牧师试试看？好，牧师拿起蛋来，砰咔砰咔砰咔啪，好。我牧师你怎么那么厉害，可以单手打蛋？那个立坚长老说牧师，我打了那么多蛋，现在还不会。我说一节牧师以前学生时代半工半读我开过早餐店，我跟志梅牧师开过早餐店所以我会单手打蛋所以你们今天吃的蛋是牧师打的牧师打的你们该不会也觉得牧师这个职分，长老这个职分应该是高高在上？其实我很不希望很多教会说要尊荣牧师，尤其新兴教派要尊荣牧师，我们只能尊荣上帝，尊荣耶稣，牧师不用尊荣。耶稣都洗脚了，我们人有什么好尊荣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这个耶稣洗脚动作又带出对他们为什么反应那么大？因为带出对他们很大的一个挑战。竟然有这样的一个领袖，竟然有这样的一个领袖，洗脚的领袖，而这样的一个动作，直接好像剑刺穿每一个门徒的心，剖开他们内心深处，剖开之后，然后开始挖掉他们的什么东西？他们内心的骄傲，他们内心的贪婪，他们内心有一个想坐右边，一个想坐左边，甚至其实我们内心都想做王啊。我们可能很多的理由在职场上面不想奉献给教会，很多的推脱，家庭，我们没有办法更多的时间委身在耶稣所说的教会。洗脚这个动作所带出来更深的意义，是要让跟随他的人，或者甚至想进入天国的人，需要有真正的准备。准备什么？我们要谦卑，我们要卑微的心，甚至我们要牺牲生命到死啊！因为耶稣亲自成为众人的典范，他走向让世人轻看的十字架。十字架在当时是一个残酷的刑具，不要说当时，现在也是啊。我听说什么新加坡是鞭刑，是不是？鞭刑，小时候有被父母亲用水打过的请举手。你看爸爸也有，对，你们这个年代被打是很正常的，我们这个年代被打也很正常。我大哥就被吊过，被吊起来。而且不是我爸吊他，是我舅舅吊他。你看，舅舅帮忙管，你看，把我吊起来以前就是这样子，所以十字架其实是很残酷的很残酷的，而且是处理那些犯下重罪的奴隶跟反叛者才会钉在十字架。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已经知道他离开这世上了，他也知道有人要出卖他，他甚至他最爱的门徒彼得，到时候会3次不认他，但是他一样爱他们，爱到底。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第8节。第8节，彼得对他说：“你绝对不可以。”彼得对耶稣说：“你不要洗我的脚。”耶稣回答说：“我若不洗你，你就跟我没份了。”洗脚连接更深的意义是十字架。
也就是说，跟随耶稣的人也要背起十字架。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被人骗这个信耶稣还蛮不错的以后就一定怎么样？也不完全是对一半，但不完全。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成为被献的祭物，用有义的义人耶稣代退不义的我们，亲自担当我们世人的罪，让我们又重新可以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你知道吗？当我们没有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我们所谓的罪跟世人讲说我犯罪，闯红绿灯犯罪，酒驾犯罪，这个罪不一样。我们所谓的罪就是你没有跟上帝有关系啊。上帝没有关系的人是什么？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独断独行，我想怎么样。但是上帝有关系的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要按照上帝的样式，上帝教导去做。因着耶稣的牺牲，在这要牺牲，他成为中保，连接我们跟上帝又重新恢复关系。所以十字架是牺牲的记号，也成为爱的一个记号。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段经文12节到15节，牧师来读。耶稣洗完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坐下，对他们说：“我为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为老师，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你们的主，你们的老师。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的榜样，为要你们照着我为你们做的去做。”弟兄姐妹，耶稣亲自成为我们的榜样。14节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老师。尚且我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应当的彼此洗脚。”其实信仰真的没有那么难。耶稣教导的一定不会超过我们的难处，做不到是我们不做，我们不做。洗脚这是卑微、谦卑、爱人、牺牲、感恩的行动。其实他具体的将服事的真谛的最高的意义彰显了出来，服事的真谛彰显了出来。当台湾越来越富裕，社会进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老人化、少子化这样的状况底下，全台湾的教会开始在思考一个问题：教会应该负担怎样的一个使命？所以开始有人为了孩子成立幼稚园。渐渐没有成立幼稚园的，参加课辅班，像我们瑞芳可能偏乡如果我们有感动，可能是那种课辅班，很多的课辅班。都市里面的课辅班比较少，课辅班比较少。渐渐这10年长照、老人化，很多地方就开始会来做据点。教会开始一蜂窝的教会开始又来做这个。牧师以长照来讲，很多人在这10年投入了长照，但是10年后了，有很多的教会因为人力不够，因为你的周间出来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空呢。牧师真的很感动我们的社区145礼拜5的时候我们有2位有上班的弟兄姐妹，他们来服侍一下，然后接着他们又去上班。牧师不是要求你们来，是你们如果可以，每个人感动我觉得很感动。目标没办法达成可能他们当初有设定，我做这个据点要有多少人来信主，多少人来到教会。另外一个就是，当很多人进来之后，跟教会的文化有冲突。牧师这么说，很多团契里面绝对不容许讲什么那个拜拜的事情。我记得我们社青刚开始的时候那个艾轩，我们艾轩说，我刚去那个指南宫每年都会去那边求东西有的牧者会觉得，我们这是教会的团契，你在讲这个是东西，什么东西污秽的东西来到那个
那我有很多的教会觉得老人过来到教会的时候不懂规矩，我们教会有什么东西把教会弄脏了，然后都来白吃白喝。社区事工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服事，但是耶稣说我们要让圈内圈外的羊合成一体。当服事不是完全用爱牺牲为出发点来感动弟兄姐妹，社区也是。你像我们现在的社区有好多的慕道友，慕道友，你放心，牧师谁会不会跟你讲说，伯彦，什么时候要受洗啊？你放心，牧师绝对不会讲这个或者说我做这个社区，要是跟政府拿到多少资源，要多少人来受洗？如果这样起初的做事工的心是错误的，那以后当然就一定会错误啊。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在推小组，很多推什么策略，都是希望把人引进来。我觉得当我们有一丝一点点这样的，就不能做了。我们做这个是要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去做这个，你就不会去在意他的成果。回头看我们建成教会的一个社区。我们的社区已经做了大概10年了，牧师来一开始就参与。刚开始来也是很辛苦啊，也没什么人，那牧师因为有业务的背景，我那时候就去制作了宣传单，然后还请了派报的公司到周边发送了1000张的那个，但是效果还是不好。反正不晓得怎么样，就突然就开始人来了。我们用心的做，这几10个同工，一个礼拜也3天。然后我们现在大概有100位的长辈在我们建成出入，而以前的课程我们3周有6个课程，没有限制。现在我们限制一个人只能报2个课程，因为人越来越多了，人越来越多，塞不下去。我们的社区让牧师感受到，也让他们外来的这些非信徒感受到说，你们真的爱我们，我们教会真的是爱他。有一个长辈分享。我们在帮他庆生的时候，他眼泪掉下来。他说：“已经很久没人给我庆生了，而且你们教会竟然买个蛋糕。”当我们就说，比如说2月、3月一起庆生，他一边掉眼泪。长辈哦。我们实践耶稣爱的诫命，听出兵，爱邻如己。弟兄姐妹，我们都对这个信仰有兴趣，我们就希望成为耶稣的跟随者。但是我们真的都属耶稣吗？犹大也是耶稣的跟随者，但是犹大不属耶稣啊。我们要跟耶稣有团契，生命上面的交流，绝对不是外在的金银财宝。耶稣也这么说：“金钱我都没有。”耶稣说：“我来世上是叫人得生命，并得更丰盛的生命啊。”耶稣也没有要求我们教会礼拜堂要有多大间。耶稣也没有要求我们教会要有多少的人数，耶稣更没有要求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社会上要有怎样的成就，耶稣更没有要求我们要奉献多少，但是他要求的是我们内心有没有真的是干净的，我们真的是干净的。另外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打开我们的心，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有的很多人不要恩典，你知道吗？他觉得白白给我要欠你，我不要。牧师刚到教会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有人要帮我，我拒绝，因为我不想欠人。有人言信仰，我不想欠耶稣，所以我们要勇敢跟随耶稣，我们向前行。当我们了解服事意义跟重要的时候，我们就要在各时刻，我们要开始谦卑的接受耶稣为我们洗脚啊，弟兄姐妹，以至于我们要学习彼此去洗脚。甚至我们去为那些不可爱的人洗脚。社区长辈，我们办的这几10年来，慢慢有的长辈也老了。礼拜5也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长辈真的是已经慢慢有点失智了。平常也是一个外劳带他过来，但是那天他就是一直想要来，外劳说他就想要来就想要来。来的那天也真的有状况，后来参加一半又先离开了。
我们要会去为很多不可爱的人服侍，他们都可以感受到耶稣的爱。相信我们这样的一个委身服侍，在信仰里程，我们会渐渐除去我们生命当中的骄傲、软弱，以及我们生命当中的黑暗啊。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黑暗，我们都需要耶稣。昨天听说妇女团契聚会的时候，大家哭了很惨，因为在分享5种爱啊。你是马大，你是玛利亚，你是拿撒路。每个人都有家庭来延伸的背景，我们都有很多我们的黑暗面，我们需要耶稣的光啊。当我们成为谦卑、有信心、勇气，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时候，跟随耶稣的门徒的时候，我们会开始慢慢经历什么？就跟我们刚刚的信仰长辈一样，越服侍越甘甜啊！我以前也不懂，怎么有可能越做越甘甜？常常为了服侍跟人吵架，常为了服侍好累哦，怎么有办法越服侍越甘甜？因为我知道，因为有上帝的光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有办法越服侍越甘甜。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唱这个回应的诗歌。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敞开我自己，使你灵运行在我的生命。我愿意为你安静我的心，倾听你温柔声音，使你爱充满我里。耶稣，求你炼净我心，所有不属于你，我都为你放弃，不留任何余地，我都愿意交托给你，让我一生只为你。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是一个小信的人，我们就如同那些门徒，当你受难的时候，我们全部逃跑了。我们更就是那个彼得，我们3次不认识你。主，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混乱的一个世代当中，你除去我们心中不属于我们的，心中不属于你的，让你将你的爱放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彼此来洗脚，我们愿意委身服侍在主你的教会，我们愿意背起自己的十架，成为主你的见证人。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一起来唱歌会后诗。下眼的感觉。
堂礼拜到这边结束，大家可以到楼下享用我们的爱餐，彼此联络哦。